对，那个主管，对，那个先生是主管。那个就只是那个旁边那个阿姨。他是骗那个了，骗乐透。那个阿姨也很奇怪，她干嘛就不让他？为什么还要？他说讲了不行，讲了没有用，因为他是使用科技用测试的人。那我们就跟他们主管再跟他说一下其他方法。我刚有还有他说他在外面等他，然后就是看到我去接，他主管在外面等他。就是他在看他会不会去接。然后我们现在能做就是把这个账号回去再通报一下。好，那先这样，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